瘦肉水你居然燉2個鐘咁耐，乜嘢好嘢都蒸發晒啦，嘥晒我啲靚料。特別係秋燥天啊，乾乾確確，一定要潤下個豬肺啊！瘦肉水呢係廣東人啊由細飲到大噶啦。咁你又知唔知瘦肉水要燉幾耐先啱啊？秋天搭啲乜嘢啊先夠潤呢？用邊嚿肉煲出嚟先唔會鞋濕濕啊？幫八姑點個讚，一個視頻話你知。燉瘦肉水呢，通常都係用脊肉同埋彎刀肉噶噃，但係呢啲肉燉出嚟呢，就鞋濕濕食唔翻嘅，所以呢，我就叫豬肉佬啊留咗幾件細剪嘅俾我，等陣煲出嚟啊清甜得嚟，啲肉一啲都唔鞋噶。海椰王嘅椰油呢，佢係特別豐富嘅，佢唔單止可以用嚟煲雞，攞嚟煲瘦肉水啊都係好清甜噶。椰王嘅原產地呢，佢喺印度啊，打開入邊呢，佢係冇水嘅。啲好嘢啊，全部索晒喺啲椰肉入邊噶。靚嘅椰王咧，你就咁摸佢啊，啲手啊都好多油脂喺上邊噶，咁就為之靚嘢啦。最好揀到啲咧切咗片嘅真空包裝下，打開就可以用得噶啦。用唔晒咧，將佢擺入急凍下，1年4季都啱用噶。如果天氣再凍咧，可以直接攞嚟啊做打邊爐嘅鍋底噶。佢嘅椰香味咧，同新鮮嘅椰子啊、海底椰啊唔同一個 label 噶噃，試過你就知啦。玉竹咧又叫美人竹喎，對我哋入邊嘅水分補充啊好掂當噶。佢係植物嘅根部喎，1年先生1節嘅，我哋最好咧揀到2節以上嘅，咁就係夠日子啦。睇落去咧，佢係微微發黃嘅，你用燈照佢啊，佢會透光噶。聞落去咧好清香嘅，咁就為之靚啦。千祈唔好揀啲顏色發黃、聞起身又刺鼻嘅，嗰啲就係做過科技噶啦。椰黃片咧唔使放得太多噶噃，如果1、2個人嘅份量咧。呢一包啊，可以用得成10次噶啦，放多2粒新姜嘅無花果落去，甜甜地啊，1片薑，400毫升嘅開水，燉湯一定要用開水啊。瘦肉水燉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超過1個鐘喎，控制喺45分鐘左右就 OK 噶啦。燉得太耐咧，啲好嘢就揮發晒噶啦。湯就燉好啦，我哋而家擺幾粒杞子落去。你不論燉湯好煲湯好吓，杞子一定要後落噶噃，因為佢入邊啊啲好嘢咧受唔到太熱嘅。靚嘅海椰王咧，佢嘅椰油係非常之豐富嘅噃，放幾片落去咧，飲落啊就好香嘅椰香味噶啦。而且用細剪肉嚟燉水咧，滑滑噶，啲肉記得食埋佢啊。關注八姑，日日有靚湯。